特别过年咯，真侪民众款年货，这个菜市也是滚滚滚，嘛有人是到卖场，或者是鲜花超市，拍开这个冰箱，规盒安尼搬安尼买。啊，若是办大出门，就上网来看直播，直接用手机落订注文。啊，这个过年上界热门的鱼白鲳，今年是真无俗哦，讲一斤至少要1200块来起跳。香港外干贝增加恰，业者无少成本，规粒互民众试食。不一样，跟一般的吃起来不一样。特别过年啊，彰化区渔会推出真济海产的礼盒，有鱼有虾，也有有鱼子。无论是要煮小火的火锅，也是年菜料理，拢互人看甲嘴软插丁。年菜热门的白鲳，肉质正油，又有代表形容的意思。在台湾传统10大好鱼排第3，不过今年因为掠到的鱼较少，价小嘛来抢关，一斤至少1200起跳。是讲马筋也有其他俗个段外选择。用燕条来取代我们白鲳，因为它比较红色的，它代表有喜气洋洋的意思。民众是规盒来买，简单方便上要紧。除了鱼花超市，民众也可以来吃抢好康。卖海产的卖场推出澎湃组合，高级的海陆食材摆几道，有龙虾鱼翅、甲河骨小肉片等等，敢若卖2680块。很多家庭主妇其实在料理的时间上面呢，都是非常有限的。搭配这样的组合呢，加热就可以了。业者现场试煮，后面将看了就知影连怎煮。冇人看直播，直接伫网络顶管买，较方便。过年围炉食饭，买当真轻松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